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中共解放军今仔开始伫台湾附近展开3天的军演，早起咱国空军来换上2000 F5战机，嘛真飞弹巡航。美国众议院佩洛西离开台湾了后，搁再强调，逼中国的打压无法度阻挡全世界领导人访问台湾。不管佩洛西来台湾，中国提出真侪制裁，国内9大工商团体联合声明呼吁两化头人，爱甲民生经济更大升。先开始来看，中国解放军今仔开始要伫台湾附近展开3天的军演，国防部是继续监控。早上金门嘛发现，亲像有中国的无人机，军方是以信号弹来警告驱离。今仔早起，空军台东的志航基地换上2000 F5战机，嘛拢装飞弹巡航，全面戒备。换上2000战机挂飞弹飞上天，空军台东志航基地全面戒备，因为中国解放军初时开始连续3天要伫台湾4边6个海峡进行封锁性的军事演练，开展预警指挥、干扰压制、兵力禁压等。我舰已依令抵达台岛以东预定海域，完成海上警戒风控布置，正与空中兵力联合开展海上封锁、对空拦截等科目训练。这届中国军演的范围是西台湾海峡，部分地区甚至和台湾的领海贴做伙，并且空中的侵扰也无停止。初三暗时，金门、北碇地区的空中，头一届发现疑似中国无人机来侵扰，军方部射信号弹，该警告赶走。而且根据台湾西南空袭的迷踪专业记录，中国空军这个月已经累积进入咱空袭3天，公布赶走的记录已经有21届。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北部空域高度69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原来中国敢会借这个机会取消海峡中线，射导弹飞过台湾的领空。军事专家表示，海峡中线本地就无法律规范，是各国中间无公平的共识。因若射导弹应该经过大气层，落伫台湾东部海峡，无算是国际法定义的领空。这款做法是咧拍心理战。依照国际法相关的规范，这是领空，这是不及于这个就是大气层外围的太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中共它要打击的是这个台湾的这个心理民心士气。以国际法上面有关于封锁的定义来讲的话，它的这个6个超演区其实并不算封锁，只能算是一种姿态而已。军事专家强调讲，台湾人的气票比1996年的时更较坚定。国防硬体包含爱国者23型的飞弹，国造天弓23型的飞弹，这是世界1粒1的防空飞弹的密度。中国军事演练封锁台湾，台湾应该把握国际讨论的好时机，冷静应付。记者综合报道。受到中共军演的影响，航港局估计部分的船只爱改变路线，基隆港、和高雄港影响上大。台湾港务公司是表示讲，阁有真侪商船嘛会受到影响哦。航港局会继续统计，嘛来提供协助。大型吊车继续进行货柜装陆作业，早起基隆港码头像平常运作，船只正常出入港区。受到共军军演影响，已经有商船提早载回出发。在宜兰的乌石港区，上海岸观光船也是如期发船。透早都有真侪游客准备要出海佚佗。中共要在外海试射飞弹，你们这样赏金会不会担心？还好，没有想太多了。花莲港区的上海岸船也照常出海，业者讲目前无受到任何主管机关要求，未当出海通知，游客意愿也无安尼受影响。客人来询问说是不是会有安全上的部分的话，目前不管是相关的海巡单位、海检单位都没有公文告知说，因为会有危险性的问题而禁止出海。交通部航港局已经发布航船报告，提醒中共进行重要军事演训行动，呼吁军演期间相关船只避开演习区域，注意航行，一切安全。负责港区作业的台湾港务公司表示，早起各港区拢正常运作，将密切观察上新情况。港口的部分，我们会配合整个国家基础安全的一个防护。配合军演，那我们避免有任何的外力的介入，做加强的一个监控。交通部有告，
因为船只避开军演区域，接落来逐工可能会有100只的船只驶入，其中影响上大的将是基隆港甲高雄港。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今仔中昼开始连续72点钟，要伫台湾附近内的海域、空域来进行一段演习。屏东小琉球离军演的范围无到10公里，所以小琉球附近的渔港的渔船早起拢无出港。琉球区的渔会是表示讲，若是演习上过久，会影响到渔民的收入。另外，高雄左营军港拉法叶南嘛已经开始监控海面上的状况，气氛是有淡薄紧张。中国4号中昼展开军演，6个划定海空域当中，距离上近的是无到10公里的屏东小琉球，这是离演习区上近的渔港已经无准出海。但渔民讲，划定的演习区域拢是掠几头岛，这渔会的列区无法度出海，对影响真大。出海就可能，如果遇上这个经验的话，可能会有危险。那纷纷都表示会害怕，不敢出海啊！当地真侪渔民讨海为生，琉球渔会表示，若军演变成常态，对渔民冲击是无法度算。以这几工军演来算，损失的金额就1-2千万。但为着安全，还是会请渔民唔通出海。但是游客真的是平常心。就来了就发生这种事，不晓得。这样子哦，那你会担心吗？应该是不会啦。民众讲，本来规划好的行程未改变，但高雄左营军港煞看会出紧张的气氛，因为拉法叶舰的侦测雷达已经拍开，主机嘛伫咧软机的状态，显示若有紧急的任务，随时会当出港。因为划定的区域当中，除了小琉球，还有一个上接近的所在伫咧高雄港。距离大约只有20公里，左营军港更加是伫咧上头前。面对着中国实弹的演训，高雄市统计有7000外位的票栏场所。小心哦，你们小心。来到高雄左营明德新村这个航空洞已经有81年的历史。过去左营伫咧二战期间，互美军轰炸，航空洞发挥了真大的功能。目前虽然空的，但是功能真齐全，上无会当有200个人秘伫内底。据我们的资料，它可以容纳200个人。应该是一个战争时代的临时的军事指挥所。真侪航空洞随着时代演进来消息，不过大楼地下室拢有票栏的功能。高雄市警察局嘛伫咧谷歌地图馆顶标示出会当闪票的所在。目前辖区票栏数还佫有7523位。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共伫台湾附近的海空的演习，嘛影响到台湾国际航班的起降。目前桃园机场一天大约是有300个航班的起降。飞日本甲菲律宾已经协调替代的航线路，也毋过机场的旅客嘛是真烦恼，讲行程会受到影响。伫登机柜台遮排真侪出国的人，受到中共的解放军宣布讲，初4中昼12点到初7的中昼12点，要伫台湾4颗链等6个海域做军事演习，实弹射击，就敢亲像要封锁台湾对外的海空运输。伫桃园机场准备要出国的旅客，因就烦恼讲行程会受到影响，飞袂出去。接到航空公司通知说，因为军演班机提前。有啊，吓死我们了！本来是下午1点，现在改到早上10点。最主要是说，平安没事就好了。昨天会不会担心说，因为军演会取消班机这样？会，其实蛮担心的，至少达到没。交通部表示讲，目前台湾一港起落的飞行机差不多有300摆，已经和日本、菲律宾协调代替路线，飞往北美、东北亚的班机改走福冈的飞航情报区，飞往南平、东南亚、纽澳的班机改走马尼拉飞航情报区。不过，也是有少数的航班有移动，呼吁旅客都要提早做准备。直线的地方都是有经过到这个蓝色的危险区域哈，所以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啦，我们台湾最赖以为生的几个航路几乎都已经被挡住了。都被封锁到了。这边中共因演习8条规个台北飞航区，拢总有18条国际航线受到影响。越南官方嘛建议讲，越南航空公司因伫咧初4、初5调整飞航的航线，避开这个台湾的边啊。不过根据了解，目前还佫无接到航班发出delay，也是讲取消的公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湾民族党的副主席杨志远，伫中国方指控讲私底下运作歹道的活动哦，所以互公安以涉嫌分裂国家的罪名抓起来。昨甲美国众议院长佩洛西见面，当互中国放倒来李明德，是批评中共的行为，就亲像是绑票的犯人。咱国法务部等单位是表示讲，目前是无相关的消息咯，也毋过嘛呼吁中共应该爱尊重言论自由，毋通黑白抓人，损害着个人的权益。
互中国国安局的人员压条着具体掠去审查。中国官媒央视初三暗时也报道讲，互掠去的是一个台湾籍的查甫人，伊互指控咧做台独分裂的活动，去互逮捕。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杨志渊实施刑事拘传审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前脚才打离开台湾尔，中共就虽有动作，这个互掠去的查甫人传出讲就是伊。反共绝无妥协，奋斗才能自由。今年32岁杨智渊捌加入民进党，后来创立台湾民族党。伫2020年代表一边一国行动党参选，过去伊嘛要投入各种的社运，即便去互中国指控讲推动台独、鼓吹公投建国、涉嫌分裂国家犯罪、甲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最近打对中国释放倒来台湾的李明哲，伊批评中共这类行为，就敢若亲像土匪共款。在我来看，它就像是一个绑匪绑票一样。在异国，而且你被软禁的时候，也完全接收不到家人的任何的资讯，处在一个24小时被人监控，除了审讯以外，没有任何人跟你讲话，那其实是一个精神的压迫。想起过去的经历，李明哲还佫点滴在心内，因为当初伊入境中国了后，雄雄就消失去，最后是红照颠覆国家政权罪，互拘押关起来。李明哲伊烦恼讲，含外界失联的这段日子，伊正受到精神的压力。他们涉及到有类似他认为是国安的部分哦，他就不会通报，目前都还没有跟我们通报。虽然讲两方有共同打击犯罪的机制，不过法务部直接讲，中共目前还佫无予咱任何的消息，无法度做进一步的行动。刑事局嘛讲，还未得到相关的通知，也若陆委会嘛会伫个下晡对外来做统一的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众议院长佩洛西昨暗头仔离开台湾，嘛伫伊的官方网站，搁再强调讲，中国的打压无法度阻挡全世界领导人也是任何人访问台湾。伊嘛伫推特抛出一段来台湾的影片，其中有伊甲总统蔡英文无对外公开的会议的会面哦，嘛有真侪台湾民众也摆啊欢迎的影像。台北101大楼嘛伫影片内底出现两解。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初三结束19点钟访问台湾的行程，坐飞机去后一站韩国。伫飞机飞离台湾了后，佩洛西伫官网就随来发布声明，表示讲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应该是看作美国甲台湾徛做伙的强力声明，并且讲，就算中国伫国际上世界里打压台湾，不过因无法度阻止世界领导人，也是讲任何人来造访台湾。不管是佩洛西议长，或者是其他美国国会议员到台湾来访问，我们一直都是保持欢迎的这个态度，也认为任何国家不应该以此作为理由来进行任何的这个挑衅行为。佩洛西嘛，伫个推特顶悬公布访问台湾的纪录片，毋但有国人真热烈亚摆咧欢迎，国较表讲出这个总统蔡英文因无公开的会议会面。台北因确因有2摆来入境，真明显对台湾的行程感觉真满意。学者分析讲，佩洛西这撮表示对台美关系有更较瓦大。因为中国伫个伊离开台湾了后的军事演练，这是见效登上去。国际社会上各式各样的言论支持的这种立场，可能也都会逐渐的效法佩洛西这样子的一种说法跟态度哦。我必须要讲，佩洛西回到美国之后，他会积极用他这个仅剩下的任期，积极的推动一些友台法案。那邀请蔡英文到美国国会演讲，我认为是指日可待的。不二个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原定伫个初四审理台湾政治法案，伫个较早进前，以主席爱参加院会的事由，决定要延期。因为佩洛西打结束访问台湾的行程，延期的时间点引起联想。外交部表示讲，参议院是因为进前推塞北约议案才会来延迟，会煞咧和美国的国会做密切的联系，关心法案的进度。记者综合报道。佩洛西即抓来台湾哦，中国是一直呛声抗议，搁要连续3天伫台湾附近一段军演。G7 7大工业国国家的国外交部长初三联合发表声明，呼吁讲中国爱和平化解台海紧张的情势。美国白宫是强调讲，北京无理由甲即届的访问
变作是危机哦。英国是认为讲佩洛西来台湾访问完全是合情合理，也毋过罗西亚是认为讲佩洛西来台湾就是一件代志，强调讲因支持中国维护主权。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一个结束台湾的访问行程了后，中国的解放军随着来展开军事演习。G7 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伫初三发出联合声明，呼吁中国要和平化解台海紧张的局势。白宫伫初三伊定性讲，国会议长来访问台湾已经是有前例，美国一个一中的政策这是无改变。The G7 just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China's threatening behavior in the Taiwan Strait. Does this letter come with any consequences if China continues that behavior? There's no reason for Beijing to turn this visit,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our policy, into some sort of crisis. Now that Taiwan is effectively encircled by the Chinese military doing these drills, does the president think that the trip was worth the trouble? We have been very clear there's no change in our One China policy. 英国保守党魁的参选人，也就是现任的外交大臣特拉斯，对中国极力的回应表示无认同，并且呼吁中方要爱化解紧张的局势。克林姆林宫是认为讲，这边的行程对区域引起的紧张，袂当甲看作无要无紧。Конечно, недооценивать уровень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который был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н этим визитом в регионе, нельзя. Это самая чистая провокация. Китай в Пекине прекрасно знают, что мы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 политику одного Китая, мы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Китая. 伫个民间的意见嘛，呈现出正无同。伫印度流亡的众人，伊认为讲，佩洛西访问台湾完全合理，中国的反应对美中的关系无通好。甲鸡卵结伫佩洛西的看板顶悬，香港的亲中派人士来到美国驻香港的领事馆外口，来抗议佩洛西访问台湾。美國同我哋國家都有簽訂呢個一中原則嘅協議嘅，佢而家以個人身份，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佢係一個眾議院嘅議長嗰陣時，佢都係代表國家咧嚟破壞咗我哋呢個國家嘅一中原則，走到咧支持台獨嘅勢力。示威民眾正激動，甲美國國旗甲拆掉，來表達出因的不滿。不而個嘛有人認為講，中國袂安尼青幫白幫來行事，因為現階段無適合改變美中當前的政治關係。公司新聞鄭依仁編譯。来看美國參議院將同意芬蘭甲瑞典加入北約組織，會當講是90年代以來，因為羅西亞侵略烏克蘭，北約組織上大擴張。芬蘭的保守反對黨為着要消停烏克蘭，嘛提議講被停發旅遊簽證予羅西亞的民眾。美國參議院初三以95票對1票的優勢，支持批准芬蘭甲瑞典加入北約的入會文件。兩黨領導人攏認為，安尼對美國佇世界各國的安全真重要。參議多數黨領袖舒默，佮邀請芬蘭甲瑞典大使，甲其他外交官員到參議院來見證一擺表決。This is important substantively and as a signal to Russia. They cannot intimidate America or Europe. Their accession will make NATO stronger and America more secure. If any senator is looking for a defensible excuse to vote no, I wish them good luck. 瑞典甲芬蘭申請加入北約，就此回應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俄羅斯捌幾啊擺警告這兩個北歐國唔通加入北約。北約即馬30個成員國6月底簽署協議，批准芬蘭甲瑞典入盟。接落來由各成員國國會通過協議，北約就會當完成1990年代中期以來上大的混亂行動。在這個情況之下，赫爾辛基甲斯德哥爾摩會當參與北約會議。佮得到更較濟進步，不過也未獲納入北約防禦條款的第5條的保護。根據這個條款，對單一成員國的攻擊，將會看作是對北約全體攻擊。雖然加拿大、德國甲意大利等一寡北約盟國已經批准，不過整體批准恐驚要用1年的時間。在芬蘭東南部的努伊亞馬邊境，在俄羅斯遊客的車輛繼續入境芬蘭。芬蘭的保守反對黨已經提議停止發予俄羅斯人旅遊
签证，也得到支持。Very sad and disappointed because I really like Finland. 伫欧盟对俄罗斯航班关掉领空了后，芬兰目前犹原是希望前往欧洲其他所在的重要过境点。芬兰虽然准备加入北约，但过也同时签发俄罗斯人的旅游签证，引起不少芬兰人发出不平的声音。真侪乌克兰人活伫战争的痛苦中，俄罗斯人却伫咧享受芬兰的热天。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中国不满佩洛西来台湾访问，提出真侪制裁的行动。昨暗国内9大工商团体嘛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两岸当局爱甲民生经济放伫上大先避免冲突。上总的理事长柯树波是表示讲，中国的制裁对咱国内食品业影响上大，呼吁政府得爱赶紧来提出配套。三商会理事长林碧峰是批评讲，这届的访问只有政治的动作，一寡经贸协议拢无任何进度。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和中国去泼泼，对台实施一连串制裁手段。8月初1暂停台湾100多件食品进口之外，初3各禁农渔产品，甲天然砂输台。上总无奈表示，中国这波制裁对国内食品业伤害上大，呼吁政府尽速提出配套。已经有好几家食品业者，有的已经是好几个货柜的全部卡关了。重大的这个打击跟冲击，期待的呼吁政府目前应该尽早的提出因应的方案。中国实施连番的经济反制手段，和产业界高度紧张。初3暗，9大工商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两岸当局以民生经济为重，避免冲突。应该台湾的 BTA 要签署 FTA 看能不能做到啊？这些都美国都做不到，光讲这些风凉话，对台湾没有实质帮助。美国是吃台湾豆腐，台湾当棋子。中共对台军演，初12点起为期3天，和台股政治第4摆台海危机压力出市。初4台股开价行价，盘中上价一度破134点，面临多空交战。富国新山台积电股价再度破超过500块台关，股价上价496块，一度破5块。那昨天其实我没有看到特定的一个资金去点火台积电，让台股大盘指数由黑翻红，成交量有限的关系，所以变成就是说，即使有这种突然拉起来的一个走势，也不见得容易能够大涨。证券分析师表示，这礼拜台股受到非经济因素。中国军演冲击，关键伫外资。若信心面不足，继续到货，台股这礼拜恐惊面临第一线向下面修正风险。记者综合报道。针对中国大动作的制裁，台南有水果的出口商就表示讲，去年开始果子要销中国，就拄着真侪阻碍。虽然油要大出路，也毋过今年拢无订单至少要赔500万。工厂内底一个搁一个已经凹好的箱仔塔做伙，规个看起有够上万的。毋过煞无看到有员工伫咧包装。即间专门出口水果的厂商，过去90%的水果拢卖去中国。毋过最近中国拢无爱进口咱国部分的水果，地属因损失500多万。那因为这样子之后呢，我们估计整个损失如果说转往其他的通路去，这个当中的一些价格差异上，我预计亏损大概会在300到500万台币左右。中国海关总署初1暗时暂停台湾100多件食品、农产品的进口，初3佫讲无爱进口台湾的柑仔。即卖文旦当咧大出，细老业者就讲中国向无爱进口，敢若会当家己赶紧想办法。若伫咧婚林就有45件厂商受到牵连，业者是记载袂牢，甚至有米价的米，敢若会当先放伫仓库，数量有到500吨。如果大陆这边有这个因素的话，是不是让这一个出口补助外销这一块的话，政府可以再努力一下？去年的2月26号是禁止凤梨，9月16号是禁止4家，台东的4家跟那个高雄高屏地区的莲雾。那光我这边光这3样水果，我的营业额一年大概超过1亿。我们原本寄望还有像柑橘类这些品项来继续支撑下去，我们真的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做。中国小连续禁止进口台湾的农渔产品，嘛影响到文旦主要的产地，也就是台南市。市长杨伟哲就指示，要赶紧成立3间支持平台来降低损失。
我们觉得其实自立自强才是自救之道，我们还是必须要希望政府在各方面产业还有国防方面要这个硬起来，要赶快打开通路来寻求国际的声援跟支持跟澳援。台湾受到中国抵制影响，和基层的农渔民害菜。台湾农渔产品大多数拢有客族，出口商也直接讲，甲引导找通路，就是帮助农民。希望政府会当甲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哦，今仔增加22707个本土病例，有50来人死亡，2例儿童的中重症拢是密斯氏的案例哦。其中有一个才6个月大娘娘，家在治疗好势，已经出院了。北部挖到 BA.5 30外岁查某人，伊的同事是挖到 BA.2，所以是无同款的感染源哦。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病例有这个22707例，另外境外入了252例，死亡个案是56例哦。另外有2例儿童的重症，都是这个 Miss C 的个案哦。其中第一位是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年纪最小的一位 Miss C 的小朋友，6个月大的男婴哈，本身是没有接种疫苗。那5月3号确诊过新冠，7月1号开始陆续有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等这些症状，给予这个相关的治疗，包括类固醇跟免疫球蛋白之后，病况好转，于7月14号出院。第二位则是5岁女童，没有慢性病史，那在6月8号有接种过1剂的 BNT 疫苗，6月27号有确诊新冠，陆续有发烧、腹痛、腹泻的症状，于7月29号就医，已经在8月3号就昨天已经出院回家了。北部这个 BA.5 的这个本土社区感染的个案，这一位是30多岁的女性，她职场的同事检验是阳性，不过经过这个定序的结果确认是 BA.2，跟这个我们指标个案的 BA.5是不同，所以2个并没有这个病毒传染上面的这种关联可能性。疫情转好哦，也毋过北部出现第2例本土 BA.5 家庭小卫案例。目前本土的 BA.5 计共是有14例，各拢找无感染源。有专家是真烦恼，讲国内 BA.5 可能会开始炭烧，所以嘛呼吁老大人甲身体较虚的族群哦，都要赶紧去注疫苗。国内出现第2件Omicron变种病毒 BA.5 家庭群聚案，北部一个30多岁男性是指标个案。甲因老母今年60多岁，2个人拢去挖到 BA.5，目前感染源不明。迄若国内第1件本土 BA.5 社区感染案，是高雄遵抢员工的家庭群聚，累计本土 BA.5 的个案已经有14例。有专家认为讲，这真有可能是国内 BA.5 大流行的报头。你以前采样的时候不太容易看到 BA.5，现在你同样的采样方式呢，你开始比较容易看到 BA.5 了，那你就知道 BA.5 的占的比例确实应该是在慢慢在增加。那家庭内传播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家里面不会戴口罩。专家表示，最近本土疫情持续转好，不过根据咱国民众注第3档疫苗的时间，保护力差不多会当维持到8月中。按算8月底，因为 BA.5 社区的疫情可能会佫行起来。不过目前65岁以上的民众，第4档疫苗的注射率也无到1成，所以呼吁一伙人加免疫力较无好、等身体较烂的人，应该赶紧注第4档。在 BA.2 感染的时候有住过院，那你在 BA.5 的时候，你还是会住院，不会因为上次你有得过 BA.2，那你这一次的感染部分就会得到保障，就是说不会重症怎么样的，没有这样的事情，你还是比较脆弱一点。医师强调讲，为细胞病理切片来观察，为着 BA.5 严重的程度，甲 BA.2 是差不多，所以建议民众爱赶紧注疫苗，才当降低感染甲重症死亡的风险。另外，6个月以上11岁以下的囡仔，都爱赶紧注疫苗，伫疫情反苦进前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将对佩洛西访问台湾造成台海局势真紧张。民进党台北市长陈水扁陈市长是讲哦，台心头爱抓好定。国民党的陈水扁蒋万安是呼吁民进党政府应该爱甲国家安全、佮有两岸和平放伫上大先。台北市长的选战是真竞争，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甲民进党参选人陈市长，初时早起参加文山区的活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行程，初三尾仔离开台湾，还去拜访南韩。中国为初时开始3天的时间，伫台湾的4库里做实弹的军演，外界关注台海情势的加权。希望执政党、民进党政府
将国家安全、两岸和平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大家都在小英总统的领导之下，大家心头爱抓好定，不要自乱阵脚。因那陈时中讲蒋万安的团队面对中国的态度是双面刀鬼，蒋万安嘛反击讲，唔通甲无共意见的人看作甲中国是共一边的。两岸关系紧张情势升高，会有人担心，这很正常，不需要过度的曲解。民进党永远只会把不同意见人打成中共同路人，分化彼此，无法团结台湾。我想不要对号入座了哈，我完全没有提到，我只是说。他的团队跟他两个讲法里面，在精神面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即马离选战是愈来愈晚，蒋万安讲，民进党年底可能会有抗中保台操作，但是中口说伊咧乌龙世道。伊讲抗中保台是基本的精神，台湾会甲理念相爱的国家来做朋友，保护台湾是天公地道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手机通路的代理商新脑国际，去年营收是有310亿哦，算起来是赚5亿9千万。也毋过公司的工会是指出讲，问市人员的薪水拢只有28000、29000，最近这2档哦，搁关10外间店，真侪员工拢红死头路。今仔这个工会是去大股东中华电信公司来定情。他们永远走在最前面，先外包，后面承揽。引用广告词，考试公司无注重劳工的权益。新老工会成员认为讲，公司伫110年的利润创下5年来的新高，嘛是国内上大手机通路的代理商。不过第一线人员的薪水算是完全无增加。在第一线的基层员工，基本薪资连3万都不到。国发会让国营事业转民营化的用意，是要提高市场的竞争力。并没有说是要压榨这些基本劳工啊。工会指出，未少员工的底薪、甲食食的津贴，还佫有转勤，加起来敢若有28000至29000，而且这2年有10外间店面甲柜台收起来，是大大影响员工的工作权。呼吁新老甲大股东中华电信爱负责任。本身的公司治理的部分，这点呢，我们必须先给予尊重。身为神老公司的大股东，我们有这个义务。来把今天各位的诉求忠实转达到神老公司的高层，也会给神老公司提出一些建议，让大家的诉求能不能在神老公司给落实。中华电信指出，会尊重新老国际公司的治理权，嘛会甲因反映员工的诉求甲心声。但若新老国际一直甲结果进前，拢还未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长林姿标涉嫌伫劳动土地开发多例建商哦，今仔早起检方第4届约谈林姿标到案说明，进行伫早起11点半左右结束。林姿标是强调讲，伊做人实实在在，希望检察官赶紧来结案，刑期清白。这个案件哦，对今年的正月发动搜索，有约谈几啊10个人，有调查林姿标的金流，包括林姿标在内，计共受10外个人封列做被告。来看宜兰县环保局今年是甲金纸业者合作，用环保的材质卖做250份大面额的金纸送予民众哦。望讲会当减少一寡金纸，也毋过有民众质疑讲，应该爱鼓励民众用捐钱做功德来代替烧金纸。公部门用金纸来送民众有较环保吗？外口有红车普渡公合景平安定金油的包装，内底有20张。1万面额的金纸加8张金鱼，这是宜兰县政府今年中原普渡免费送予民众的环保金纸。毋望透过较大的面额，予民众普渡拜拜时阵会当烧较少的金纸，达到节能减碳的效果，含量250份，所引起质疑。县政府如果想要推环保，然后结果自己还出了那个的纸钱来让民众领，不就是要鼓励大家去烧纸钱吗？民众认为，既然要推动金纸减量，应该透过以工代金，还是以米代金的政策。由公部门家己送金纸根本未达到金纸减量的效果。也毋过，也有人认为，对信徒来讲，送这款的金纸无问题，因为信仰环保严谨。也是算很环保嘛，那该有的我们希望的信仰的部分、烧纸钱的部分，依然也是有保有。那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那这个大面额的纸钱一张大概是1万块。那我们普通烧那个金纸、银纸，大概普渡金大概一张是100块，所以基本上我相信，如果我们县民大家能够接受，那这个减烧量
会达到非常可观啊。关府环保局当年伫中关普渡拢会推动金纸集中伫焚化炉烧的服务，降低空气污染。今年也想要透过送大面额的金纸，毋望降低纸的用量。面对外界质疑，环保局讲，金纸虽然集中烧，也毋过减量推行无简单，才会想要推行大面额的纸钱。相信只要民众会当接受，绝对会当减少纸的用量。记者综合报道。华人自来水公司表示讲，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北区的净水厂进水量有降低咯。目前嘛已经抽地下水来补充水量，所以嘛呼吁民众着爱省水。这是专门提供花莲市甲吉安乡民生用水的沙坡洞净水厂，过去每工有6万立方公尺的入水量，最近煞即阵每工2万立方公尺。水头的溪床因为这水进厂早已经枯竭，民众烦恼自来水敢是已经无够。我觉得都正常花莲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下了？对，但是前阵子下一下下而已，就没有再下了。会不会担心水的作用？会哦。自来水公司表示，花莲地区无水库，所以一到地面水无够时阵，就会使用地下水来调节水量。今年因为气候异常，真久无落雨，地面水已经减少1/3，所以已经启动地下水来补足不足。我们整个的备盐的水量，地下水大概还有将近70%的量，在整个的花莲来讲，目前我们出水量大概是10万吨左右，那备盐量大概还有7万多，所以缺水的部分，并没有让民众能够感觉得到。自来水公司强调，全球欠水国家台湾排第18名，水费煞是全世界第2俗。过28多年无调整水价，即马气候异常，水源异常枯竭，呼吁民众珍惜水资源，做好水资源再利用。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古溪草岭有真特别的地质景观哦，天然资源嘛真丰富。今年关岛149架线恢复通车，观光的人潮是又搁回来咯。县政府即马要来争取成立云林东部国家风景区，来带动观光。今日去竹南甲古道，好民众深度体会大自然的水，以三马步道、云岭之区、佮木马古道做主要的中心，打造草岭石壁树林基地。最近吸引真侪民众上山佚佗，即马近摆拿到休假，古溪草岭地区的观光人数拢超过2-3千人。草岭也有超2-3千人在入来佚佗。啊，未来远景，咱是要安怎来做？就是讲。最主要、上重要是迄个维护管理，这个维护管理啊，若无去解决啦，风景区更较水、更较好，人就无爱来。草岭村的村长陈平通表示，最近国内旅游逼人甜，尤其真侪民众拢走来山顶佚佗，游客增加，不过草岭地区的基础设备佮维护的卡手无够等问题也渐渐出现。云林县府要争取成立云林东部国家风景区，希望中央会当投入更加侪资源来改善。虽然云林的这个观光的这个人次以及观光的量能跟产业，在这3年当中有不断的一个成长，可是呢，对于未来的整个云林的观光整体发展的一个规划上面，也需要中央的一个挹注。文管处表示，草岭的景观真特别，譬如讲万年结果。风来水墙、地质公园等丰富的天然资源，佮加上最近长20年的关岛149架线恢复通车，草岭绝对会当伫观光大发展。希望中央支持推动云东地区来扩大加入即马有的国家风景区的范围，带动地方观光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实验教育3法修正通过，高等教育卖当适用哦。教育部表示讲，敦促工商提出复兴古典艺术实验教育的计划，要来培养美术甲舞蹈的高教人才哦。这个计划已经通过，所以有机会当加做咱过来头一间实验大学。实验教育3法通过真侪年，参加中小学实验教育的学生逐年咧增加，实验大学的方面发展却是较慢。教育部表示，开放申请以来，收到5件实验大学的申请案，敦促学校财团法人的复兴古典艺术实验教育计划。今年3月已经通过审议会核定，即马正在审议实效的计划。中国文化应该有它的优雅的地方，所以想说办一个学校，让这些艺术家都是有这兴趣学习的，这还能够去发展这一块。敦促工商的校长廖伟信表示，实验教育和行政组织甲课程的架构有更较侪春秋的空间。伫咧少简化冲击之下，幼路的办学会当更较有特色。
开平青年发展基金会伫咧109年申请成立国际餐饮创新实验大学，互学生出国是坐去学餐饮经营。不过，董事长夏慧文讲，去互教育部替行两改，理由是师资学历无下要求。3座大学班里面就是你的老师要多少博士，要硕士，那我们这都是业师嘛，那我们业师就不准啊。夏慧文表示，实验教育爱搁参考大学法是一件真矛盾的代志，不过已经继续补件，毋望让赶紧开办。教育部表示，审议实验教育计划书，看重的是特定的教育理念要安怎实践。审议适合计划爱注重学校营运两个体。大件申请案拢爱照审查意见修正计划书，才搁报教育部审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一位食小者被当前换药剂，后来面刷生皮蛇，险去影响到脑神经甲目睭哦。台中营总研究指出讲，这是换器官可能会引起的副作用，心脏的意识上常常发生哦。最近营总的这项研究嘛，刊伫国际期刊镜头。食小者规面肿起来，红记记，佮出水泡，连目睭边啊嘛拢是。深开始掠准是颜面神经病变，落尾感觉愈来愈痛，去互医生看，才知影是着皮蛇。一开始的时候是眼睛痛，靠近耳朵这边，所以耳朵有在痛这样子。那最后都是发在左脸这边，就整个这里都是。因为肾脏移植之后，就是时不时就会发烧，就会住医院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想说，会不会只是一般的感冒？医师诊断发现讲，患者的面生皮蛇顺即个神经杂分布，差一点就伤到脑神经甲视神经。原来患者伫8当前接受换药剂的手术，为着避免排斥，就要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不过，煞嘛互本地身躯内底病毒搁活化，才发病。医师表示，动手术换器官的患者感染的风险比一般人更较悬。以前感染过之后，它只是躲在你体内，它并没有真正消失。等到你疲累啦、睡眠不足啦、抵抗力下降或使用免疫抑制剂，这些病毒就有可能会再活化。心脏它使用的排斥的药物，相对来讲，可能让我们的免疫力下降的会更大。台中营总针对无同类型的患者分析，发现讲动手术换心脏的感染风险是正常人的14.34倍，换药剂是9.13倍。这项分析嘛刊伫国际期刊顶悬，医师嘛呼吁讲，动手术换器官的患者，若准皮肤出水泡或者是神经痛这款症头，都要赶紧互医生看，用抗病毒的药物治疗。记者综合报道。过去伫山林哦，常常拢会当看到台北赤蛤仔，即马哦，全台湾只有4个所在有出现。林务局最近特别用奖励的方式来鼓励农民友善耕作，望讲即种赤蛤仔的族群有法度会当继续生态。绿色的背部边仔有乌线白线排列，体型大约3-4公分长。保育类的台北赤蛙，过去伫浅山地区常常看到，但即马全台湾只剩4个区域会当看。其中之一是三芝前门一带。20多年前，从说服改以生态友善耕作的莲花田主人阿石伯，去年过身，伊的后生决定继承伊的友善理念。虽然我爸爸走了，我想这个剃一点的红帽跟原有的莲花，不要让它孤零零的离开。要用农药化肥营造好的棲息地，莲花田有各种生物回归，一点仔嘛无孤单。其实台湾有55%保育类动物栖息伫1000公尺以下的浅山平原地区，有人类甲农耕活动，要维持保护区难度真悬，所以林务局搁较拍拼推广农田生态系，以这所在莲花田做起点。接着我们就会在附近的一些农田或者是水梯田，也去营造类似的基地，让台北赤蛙它可以把它的栖息的范围更扩大。林务局最近嘛积极推动濒危物种生态服务给付，对象包括石虎、水蛭、草鸮、水獭。那农民友善耕作，10公顷上悬会当领2万块奖励。另外嘛，互友善耕作的农产品绿色保育标章，面积一定达到729公顷，保育42种物种。记者林文吴家报台北报道。咱来看台南的林德，有一个12岁小朋友哦，伊做宫庙顶头的模型，甲庙会老礼进行是拢做甲真真足。少年人哦，会当对这款传统文化遮尔有心哦，是真值得鼓励。咱做伙来看卖。
画面上会当看到真侪制作真卡的模型，有开路吉普、骑头旗的、路过牛线、佮煞只搅拌队，一项拢无减。这个庙会活动模型展，拢是一位敢若12岁囡仔，就当初做伙研究、做手工所测绘出来的成果。因为我是感觉囡仔吼，就足单纯的，就是讲吼，莫学歹，哦，啊，就伫厝动手啊，动脑啊，哦，啊，这无学着啥物啦，啊，就是较哦活动啦，啊，让交流一些小朋友他们自己所做的东西都没有往外看。让大家来去欣赏他们的作品。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庙会活动拢缩小举办。这届公所特别甲这囡仔参详合作，期待透过庙会模型的摆展，让众人熟悉台湾的庙会文化。我们有发现到小朋友是要来办这个庙会的一个模型展，那因此我们公所这边呢，一起来跟我们这个小朋友的部分呢，一起来做合作哈，透过这样的一个优质庙会文化的一个活动，让我们小朋友部分能够深化到我们的邻里，深化到我们的教育的部分。透过活动的办理，让众人会当对岛顶感受到庙会热热气氛。公所嘛希望通声有愈侪人加入，支持少年人动手创作，唔单单是为着传承，嘛要宣传庙会活动的优质化，改变众人的印象。记者综合报道。即摆迄落，咱来看台南北门三族国小特办英语的营队，有一寡对国外倒来台湾迄落学生囡仔嘛拢来做志工哦。应用比赛游戏的方式来教小朋友英文，原本哦真惊讲英语，对学英文无啥兴趣的囡仔嘛拢学甲真趣味。学生囡仔对台顶的老师念英语，看起来拢真专心。台南北门三族国小利用小纸办营队，教英文的老师嘛毋是学校的在职老师，是一阵介意囡仔的少年家，今年高中毕业，利用去读大学进前的假期来做志工教英文。这个营队为期2个礼拜，那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题。我们以学生的生活英语为主题啊，那透过游戏、团康活动、劳作、音乐、唱跳等方式啊，让学生在乐趣中来学习英语。这阵少年老师事先就真用心设计课程的内容，利用游戏、比赛、唱歌、跳舞的方式，让囡仔更较有兴趣学英文，更较深刻。而且这届7位志工老师，有5位是外国人，看到这寡囡仔兄囡仔姐愿意开嘴讲英文，拢感觉真欢喜。第一天的时候，我们试图要就是一整天讲英文，可是光说 Good morning, nice to meet you， 他们就已经听不懂。我们现在上课的方式就调整为先英文，后来才是中文把它翻译。然后我来这个营队就是想要教这些小孩子，给他们一个机会可以学英文。孩子们勇于开口说英语，那特别看到有一些平时英语的学习成就比较低的孩子，表现出很高度的学习兴趣，这是最难得可贵的。这届营队因为活泼的少年老师，让囡仔会当伫轻松的环境当中熟悉英语。三族国小就希望利用这届机会，让囡仔未来愿意主动学英文，增加家己的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史莱姆哦，有人讲这是鼻塞大哥，这几天哦，囡仔拢真爱耍。咱来看美国纽约有一间大型的游乐场，就提供各种主题的史莱姆游戏，也毋那囡仔哦，向大人嘛拢耍甲真欢喜。为庆祝大查某囝来来的生日，辛格先生一家伙仔到纽约的史莱姆中心来享受各种的史莱姆游戏。I love slime. That's just me, but my dad hates it, so like probably wasn't the most fond experience for him. So gross. Not my most favorite thing in the world, but you know what? They absolutely enjoyed it. It was fantastic. 在苏河区这栋12000平方英尺的大楼，自2019年开张的史莱姆中心，内底有充满各种以加水做基底，佮加上身躯膏或者是黏土这成分，玩起黏糊糊的史莱姆游戏，亲像这个350加仑大的史莱姆河，互人躺只脚踏伫6英寸高、软糊糊的史莱姆，感受亲像行伫云内底的感觉。甲一个规个空间充满荧光色史莱姆，加上舒缓音乐打造的自发性低价经络反应的蹦空。
The Slumu Institute is a place of joy. It focuses on everything around sensory play, from slime, which is one of our core focuses, but we also have ASMR, kinetic sand, and a lot of different fun compounds for people to play with. 共同创办人许多认为，史莱姆这种黏糊糊的佚佗物啊，用揉黏捏，也个用两手将有来有去塑形，对现代人疏解压力、放松心情是真有帮助。Slime taps into all of your senses. The first one, which is obvious, is the sense of touch. And that's really proven to release endorphins and to make your brain feel good. But there's also the sense of smell. And I think anyone who's come to Slumu realizes we have amazing scents. And those scents can bring people back to their childhood. 结束欢乐行程，转去进前，也个用伫这个真大史莱姆冰点馆留搞出意义的纪念品。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万多人伫这个可能互密集恐惧症患者看到奋斗的大饼，念因家己做的史莱姆。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为着要减少对罗西亚天然气的依赖，欧洲国家是提出省电的计划哦。西班牙最近嘛宣布讲，热人的冷气敢若会当开到27度。总理佮带头鼓励大家唔免拍冷气带哦。另外，伫德国有火葬场关掉部分的焚化炉，直到几台啊24点钟运转。为何俄罗斯用天然气甲暗管地调呢？西班牙政府才公布紧急的节能计划。Se deberá mantener la calefacción en invierno como máximo a 19 grados centígrados, en verano como mínimo a 27 grados centígrados. 西国政府也表示，商店、文化场所、交通设施拢要遵守节能的做法。外部的照明设备暗时10点就要关起来，并且鼓励公司部门按距离办公，减少这个耗电。总理桑切斯更加鼓励上班族，非必要莫干领大。Sí me gustaría que vieran, en fin, no llevo corbata. Eso significa que podemos todos también ahorrar desde el punto de vista energético. 无干领大的诉求虽然引起纺织业者的抗议，也毋过相关的规定会在下礼拜生效，并且会继续到明年底。积极来节能，就是希望讲减少对俄国天然气的依赖，达成后明到明年3月进前减少15%天然气用量的目标。另外，对着新政策，民众大部分是肯定的。Está bien, ¿no? Si es para bajar el consumo de recursos naturales y tal, está bien, ¿no? Y luego dentro de la empresa tienes que llevar la chaqueta. Eso no tiene sentido. Y lo mismo al revés en invierno, que tienes que quitarte la chaqueta y ir con las mangas cortas. 相关嘛要减少消耗天然气，德国有火葬场业者正想要停掉部分的焚化炉，另外留落来继续使用火炉是维持每礼拜7天，每天24小时来运作。业者认为讲，安尼做会使互焚化炉升起冷气了后，重新来加热时间加这个能源。Ja, also bei einem Gasausfall wären wir in der Lage, die Anlagen, die heiß sind, weiter zu betreiben und Anlagen, die zu dem Zeitpunkt kühler sind oder aus sind, kriegen wir nicht mehr hochgefahren. Das heißt, wir könnten dann mit verringerter Kraft weiterarbeiten. 业者认为讲，这项做法会使省8成的天然气。虽想安尼做，唔但会使节能，也会使节省开销。因为若是天然气无够，有今明年开始，德国天然气价销就会起6倍。德国火葬场联名正在推动相关的做法，希望更加多业者加入节能行列。公视新闻是婉玲编译。因为低压带慢慢离开台湾哦，今仔日东南部地区、有恒春半岛、澎湖、金门拢有淡薄仔雨，埋落雷公雨。其他的所在哦，马祖是侪分好天的天气。中昼过了哦，埋落淡薄仔雨。中部以北是有机会会落大雨。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